100蚊印花稅新措施知多啲。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當中，政府明顯針對細價樓市場調整物業印花稅嘅稅階，定額100蚊從價印花稅嘅門檻由300萬或以下放寬至400萬或以下，成為市場熱話。新措施下，以樓價400萬元計，印花稅將由原本6萬蚊大減至100蚊。如果將新舊從價印花稅做對比，減輕首次置業人士嘅印花稅支出，即係購買400萬或以下嘅物業印花稅，最多可以節省大約59,900蚊，減幅高達約99.8%。的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調整物業印花稅嘅稅階，加快咗細價物業交投步伐。不過，有按揭專家提醒，調整從價印花稅的確有助首次置業人士上車，而近年首次置業人士傾向使用較高成數按揭入市，一般資金都較為緊絀。建議該類嘅準買家可以將原本用嚟繳交印花稅嘅資金留為備用資金或者首期開支。另一方面，置業成本減少，措施減輕入市負擔，有助吸引置業人士上車，亦可以推動更多初上車人士選擇轉租為買，以及吸引買樓收租人士。基於細價樓置業成本低同埋租金回報高嘅誘因，入市細價樓收租。如果買賣樓宇上有任何問題，不妨留言等我哋為你解答。